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。如果耶和華是神，就當順從耶和華。列王記上18章20至29節。亞哈就派人到以色列眾人那裏，召集先知上迦密山。以利亞近前來對眾百姓說：你們心持意意，要到幾時呢？如果耶和華是神，就當順從耶和華；如果是巴力，就當順從巴力。百姓一言不答。以利亞對百姓說：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，巴力的先知卻有450人。請給我們2頭牛犢。巴力的先知可以為自己挑選1頭牛犢，切成小塊，放在柴上，不要點火。我也預備1頭牛犢，放在柴上，也不點火。你們求告你們神明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華的名。那應允禱告降火的，就是神。眾百姓回答說：好主意。以利亞對巴力的先知說：因為你們人多，先挑選1頭牛犢，預備好了，求告你們神明的名，卻不要點火。他們把所給他們的牛犢預備好了，從早晨到中午，求告巴力的名說：巴力啊，求你應允我們，卻沒有聲音，也沒有回應。他們就在所築的壇四圍蹦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亞嘲笑他們說：大聲求告吧，因為他是神明，他或許在默想，或許正忙着，或許在路上，或許在睡覺，他該醒過來了。他們大聲求告，按着他們的儀式，用刀槍刺割自己，直到渾身流血。中午過去了，他們狂呼亂叫，直到獻晚祭的時候，卻沒有聲音，沒有回應的，也沒有理睬的。對於以利亞喺第19節嘅吩咐呢，亞哈嘅執行就記錄喺第20節。故事嘅場景就嚟到迦密山，被召集到呢度嘅呢，就有以色列嘅眾人同埋呢眾先知。第21節到24節係以利亞對以色列眾人嘅說話。第25到29節係以利亞對眾先知嘅說話。每個部分呢都係由2個小段所組成嘅。以利亞呢就先以問句就質問以色列嘅眾人：你們心持意意要到幾時呢？心持意意呢一句說話裏邊原文所用嘅分詞，佢嘅意思係跛行啊。用廣東話嚟講呢，就係行路嘅時候呢，趷下趷下。嗱，而家呢就係用跛行呢個動作嘅搖擺，就引申為心意嘅搖擺啊！以利亞話：你哋心持意意，所指嘅呢就係耶和華同埋巴力啊！以色列人心持意意嘅意思呢，就唔係佢哋猶豫不決，仲未揀定。其實以色列人明明呢就已經揀咗巴力啊，對巴力呢更加係滿有信心嘅。所以心持意意嘅意思呢，就係佢哋揀咗巴力嘅同時呢，又想要耶和華。以利亞嘅話呢，有幾個嘅重點嘅。第一，以色列人喺兩者之中呢，只能二選一，佢哋唔能夠呢又追隨耶和華，又追隨巴力。準確啲嚟講呢，就追隨巴力嘅人呢，或者會認為佢哋可以同時追隨耶和華，但係追隨耶和華嘅人
係絕對唔可以同時追隨巴力。第二，喺耶和華同埋巴力兩者之中，只有一位係神，絕不可能呢兩位都係神。第三，選擇追隨邊一位嘅標準呢，就係邊一位先至係神。嗱，對於以利亞嘅質問呢，就百姓冇回答一句說話。以利亞對百姓講嘅第二段說話，係向佢哋提出一項嘅挑戰。挑戰嘅目的呢，就係要向百姓證明巴力唔係神嚟嘅，耶和華先至係。第一句呢，就指出喺人數上邊呢，巴力先知係佔絕對優勢，因為佢哋有450人，咁啊以利亞呢淨係得一個。第二句呢，就其實原文唔係話呢，你們即係指以色列眾人啊，就請給我們呢就2頭牛犢。其實原文呢係話讓他們即係巴力先知，就讓他們呢給我們呢就2頭牛犢，也讓他們呢為自己先選一隻。嗱，所以呢喺呢場嘅對決裏邊呢，就以利亞係讓巴力先知呢全面佔優。就對決嘅方式呢，就最後啦，就係雙方各自築壇，就將牛犢切成小塊放在柴上，就不要點火。然後雙方呢就各自呼求自己嘅神，呼求嘅內容呢，應該就係求神降火下來燒盡祭物啦。咁嗰個以火回應嘅就係神。嗱，今次咧對於以利亞嘅挑戰，以色列人講嘢咯，咁佢哋就話好主意。嗱，其實反映到咧，佢哋對巴力咧有十足嘅信心嘅。喺百姓嘅支持底下咧，就對決就開始啦。以利亞就對巴力嘅先知又係2次說話吓，就巴力嘅先知咧2次咧，其實都照住以利亞嘅說話嚟到行嘅。兩段嘅結束咧都係冇聲音冇回應，咁啊第二次咧就多咗一句，亦都冇咧理睬嘅。嗱，以利亞對巴力先知第一處說話嘅內容喺第25節，仍然係按照住咧佢先前同百姓所約定嘅說話。以利亞話就預備好了，就求告你們神明的名，咁巴力先知咧就照着行啦。咁佢哋真係咧就預備好了，就求告巴力嘅名吓。第26節嘅首句就他們呢就取了給他們的一隻牛犢，好似同我哋頭先上文所講嘅第23節咧有啲唔協調。嗱，其實呢個咧只係作者一個省略嘅說法，嗰個意思就係呢，就係呢啲巴力先知咧就提供咗有2隻牛犢，佢哋亦都咧先揀咗一隻。然後以色列人呢，就將佢哋揀嘅嗰一隻咧，就俾咗呢啲巴力先知。佢哋就攞咗嗰隻俾佢哋嘅牛犢，跟住咧，佢哋就預備就獻祭嘅事項。咁就由早晨到午間，佢哋呼求巴力啊，求你應允我們。就只不過呢，就係沒有聲音，也沒有回應。因此咧。呢啲先知咧就將個行動升級，就喺所築嘅壇四圍蹦跳。其實蹦跳咧係對巴力先知嘅一種嘅嘲諷，因為佢哋嘅舞姿咧其實係吉下吉下咁。到咗中午啦，以利亞呢再向佢哋說話，就嘲笑佢哋。說話嘅重點就係大聲求告吧，然後就解釋點解要大聲求告咧咁就第27節啦，因為乜乜，因為乜乜乜乜嗬。嗱，於是呢嗰啲巴力先知咧就按照以利亞嘅吩咐，就大聲求告，而且呢就將行動再次升級，就用刀槍就自刺，甚至渾身流血啊！其實真係唔係即係玩下嘅，可惜乜嘢事情都冇發生，就沒有聲音，沒有回應，也沒有理睬的。嗱，沒有聲音，沒有回應咧，肯定係講巴力。但係第3句沒有理睬嘅咧，呢一句咧，其實可以係講以色列人噶，
意思即係話呢，連以色列人都唔理佢哋啦。畢竟佢哋足足搞咗一日，而家呢，到獻晚祭嘅時候啦。嗱，喺呢一場呢，就係戲劇性嘅對決當中，作者呢只係用咗一節經文就記錄咗巴力先知佢哋嘅準備同埋祈禱，就有別於下文呢，以利亞獻祭嘅預備嗰種嘅仔細同埋長篇幅嘅禱告內容。就作者記錄巴力先知嘅重點呢，係佢哋用咗時間，佢哋大聲嗌，2次升級嘅行動，然之後就重複冇聲音冇回應嘅結果。其實假嘅嘢呢，任你用更多嘅時間，付出更多嘅努力，終歸都係徒然嘅。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，係由堅道神學院推出，作者梁國權，播音葉清、梁國權。